客家人有名堂。讲到客家人强人一道，好有专才嘅人万乃就係小宗自家講自家係客家一個，唔過佢一出就冇當出名，為到冇本人看做係比卡，改頭外面，佢愛留客家名人堂嘅大師來學術語。一下，你就會看佢愛拜嘅大師係萬人，又會接受你製作單位用嘅 APP 嘅考驗咯。客家人有名堂，大家好，我係客家一個小宗。今日來到一地方啊，好山好水嘅山神，喺哪度位呢？你下邊說苗栗。今日我哋請嘅名人係馬啥咧？等一下，天發來咧 ，APP 來。宋國榮，我談過張國榮，冇談過宋國榮。宋國榮係馬啥咯？有人知冇？你知冇？你知冇？你知錯嘛？你下邊荒山野嶺。等下，桂葉紅喺哪位啊？嗱，啲有苗栗有18雄鎮啊，吼，桂葉紅到哪位？冇差，第一桂葉紅還是第一？你有冇嚟請到倆？宋國榮誒，等下叫我哋請 ，Let's go！ 你好，你苗栗嘅桂葉紅到底到哪位咧？日日來請人來問看看吼。你第一個苗栗有個地方，人到桂葉紅啊。桂行啲啊，啲哪位？入邊。啊，行叫，冇去叫，冇叫叫。你唔可以亂比哦。啊啲啊，都解聽啊。好，跪下，請到位來。要問總頭嘅阿爸講：啲古嘢行，個人談皮蛋烘，本蛋有一幫人相送，動作做板走嘅。不過佢也就會加錯，大部分就係喺啲公館愛山嘅嘅片做得喜門看啊。愛山呢就係江山村。小宗啲苗栗市來到公館江山，啲種下細路3萬嘅金錢，宋國榮、金小彤、宋國榮、金小彤，啲哪位呢？結果看到，有歡迎宋國榮返鄉，雙班都係金灶堂。你好，我客家電視台啊，我小宗啊，我哋要請一下你啊，我說宋國榮啊。你說是宋國榮，你聽你係馬場哦？馬場。恰恰。觀眾朋友，切對冇老外講唔知乜嘅人都恰恰，也全台灣最有名嘅白豆包乾乾，小宗一看就知，佢明年愛拜嘅大師係乜嘅人，就係人哋嘅金鐘仰天雷鋒啦。雷鋒雷大哥係啊，佢喺度哪位？劉德義啦，係啊！日見到我一次嘅聲，雷鋒雷大哥，拖下氣好冇？好啦。佢明年係雷鋒轉向拜阿公婆嘅日嚟，因為佢當漢地轉來，鄉親和貼片作為紅色嘅布條來歡迎佢。按樣按住啲，雷鋒本金小彤也相送嘅送王帶來極大嘅功用。雷鋒雷大，我係小宗啊，我請到啲辛苦你哦。你是宋國榮係嘛？我都宋國榮。你啊？這個是你。宋國啊。你。宋國強。全部係宋國嘅，貴氏批嘅。雷鋒雷霸，所謂客家人嘅公菜啊。這個金鐘影帝啊，哎呀，真係哦，見每個都啟動啊，千里千度千辛苦。叫啊，千里千度千辛苦。真係辛苦啊！你要按到金灶堂哦。呀，喺同河金灶堂，喺啊，也都相送嘅啊，加祖先。嗰度你係拜啦祖先。祖先擂台主。擂台主。真正嘅擂台主喺都平整嘅送嘅，平喺本茶下來古叔叫我前度真見哦，我哋個客家名人堂啊，叫我說麻煩，拖我來教一下，我嚟認識一下，係啦，好冇？我帶你啊，用參觀啊，不了解。都唔應該寫時嘅，都睇時嘅整個歷程。平平就係客家人，無親也同好，就唔知宋國嘅金小彤歷史。小宗雷鋒大爺咩？愛好好撈佢問出來哦。嚟吧，我問一下吼，同胞啊吼，由來有蠻多嘅。那相送一下金灶堂的來源還可以講，要追溯到東晉年代的時候，東晉一直追溯到秦始皇時代。哎呦，用是戰亂期間嘛，從王將嘛出現，因為跟靠夾橋頭，跟東晉時代，它是因為以那個首都是建在那個京師，
在那边，它就以金丝为一个标本，在那边为叫金皂啊，金皂分叉出去只是就告诉他说哦，很香松的就是金皂，让他们去以后出去外头都有一个对祖先祭拜的时候，可以以这个唐号为主，大家可以一起来哦，因为要开始要打仗，战乱，因为那时候因为是流氓嘛，流氓以后很多东都给嘛给爱的香松哦，大家气力是在一周年啊，大家都嘛个以为都共同，以为都共是啊，按多素材他冇办法实做嘛，反正以为你分叉都给别人香松一个同学都会，大家就讲哦要建造堂就会香松，那本意啊就枪是有一个本体的所在。福寿有一点像一个据点。对对对，高年高节是太家做了那提防，香香年，亲亲切切，来设定要种同学一个标识必要的地。大家就讲哦，要中华队香松做要亲切。第几个年代，第七路去路私人办了呀。爱你真名同吼，你像我看东九无见到的，你是很多量。公演多节拜是哦，是看到哦有干几有同好嘞，看嘛。但是小钟啊呀，同好也保存进入最下最好的因为当然啦，台湾人你讲其他族群，可能嘛有，但是客家人的保存的进入，你将来的有寻根，对，寻根呢，还有就提供哦，我们是叫做金皂塔，香港爱国招汉哦，厉害真平，相同啊，冇花过，相总一定马桶，我哋有好多健康堂，我没办法，来棒棒糖，真平厉害，雷大哦，上了一课，冇花过。以下算是初初的了解建小堂嘅同好，对方讲，特集祠堂托嘅位数就是有体力嘅。雷爸，唐人讲啊吼，客家人啊吼，对风水啊吼，看到啊东冲了啊吼。唔家地波种下你就有行过，要种下做喺带香松嘅吼，要做喺松子祠堂，我所用是人起出来，我要看到就清开样，人喺木出来，看到咸起起。哎呀，看到了一望无际，对，面都动舒爽啊，哎呀，心情全部变得动好的啊。那看到了你有冇有笔筒都了俾？讲的是笔筒，我都讲水池。水池，因为讲笔筒哦，动法，因为以前人哋係記喎啊，佢有個充電到嘅。充電來了，尖山村啲後龍係東片，因為東片嘅五福山向西片帶下去，故所 Q T 名人到愛山呢。愛山嘅山腳邊，宋末嘅祖先提下去祠堂，尖海、配山、尖水塘，水塘過去係平陽，其實就係一隻富士。按樣大家啲意思係好，再過來無塘那杯半夜嘅水池，留西方嘅無塘，就像天梯，有天然合意嘅內涵。啲頭擺嘅沙飛，水塘其實係當好用嘅，平常時食散貨、食東西，學魚嘅、學鴨嘅，出貨嘅還做得救火。熱天嘅涼風吹過來，買一舒爽哦。冇想到小眾為到拜師嘅好順意，潛到嘅建小堂，也為唔單搶動態，還動獎哦。雷爸啊，你算哦客家子公啊，冇法講，你看金鐘獎嘅最佳男主角，對，最佳女主角，對，沒，最佳男配角，對，大家的厚愛，全部你都得到了，有，我都拜你為師，沒，拜託，我買票，阿妹愛拜師拜到跳江跳水，會成功冇？等一下就知咯。苗栗燕谷外场有名的屋子，屋子雷爸拍很多那个廣告，人家看一下，給他設啲表情啊，一流的來，這裡看。這種演得太誇張了。
小钟，随都本佢跳下去嘅，雷锋还是无忧无见无反应。我看，我再个传一只 APP，留佢提示一下。雷爸，啊，等下下啦，乜行硬腳？等下，我唔朋友打電話俾咩啊？看一下哦，成功背後嘅細妹，那嘛個日式啊？成一殺成功嘅人啊，嘿，但後背出到有，後背，錯冇，我是講會後背。我背，係啊，咪搞呢？地搞嚟啦，亂搞。你要注意啦，先介紹下人民的水果。這個很強，你看到那風景，當然啦，有你的民的水果沒當有名。一望無際耶。對，帶太水啊，了錢咯，講了錢咯。心情我動得會強鬆。也帶你了誒。唔講我一選做體質誒，哎呀，我等下講到，我先帶你的一個所在。哦，特別的地方。同阿姨。哦。特別嘅地方其實就係私房嘅景點。也是雷锋逝世搞到大嘅秘密基地。小鐘啊，我記得問出成功後輩比大嘅什麼人係乜人？我看你係問得出來，雷锋就會數唔做事嘅哦。哦，你吧？啊？哦，一兩也同學嘅啊？誒，同學用，而家些時節來得比較嘅啊？係。我家都會同講嗬，我帶你特別的所在。你係特別來雕嘅。特別的就係雕嘅。喺要當成啊，你來看到人雕嘅嘛嗬。嗯。就本來想起以前啊。係。一樣嘅。用嘛？想到亞美以前係元芳。用嘛？亞美嘅歡迎家。嗯。亞伯37人四種做事。全將亞美一數落去同日叫嘅生意帶俾佢。亞美叫嘅啥物來叫佢摸。佢做乜事情啊？他媽媽做人工啊，人工哦。係啊，做人工，我面樣當都以前叫佢做工業嘅啊，嗬。我看目前嘅安度生意有識啦。我咪以前創業，我創業到嚟先。有當時我雕嘅啊，假假咪雕油，拿在木下室。哦，喺要識存咧，一樣夾條連衫嘛，佢嗬，有嘢愛都便宜，假假買起啊，嗬。同木下一樣天數一下。哎呀。冇冚啊，冇錢啊，冇錢是的。哦，是釣魚來賣。哎那。哦，就釣魚還有乜個？你還要做乜個事情來天數不卡？做零工。做人工的呀，後尾停天數開咗呢呀，因為我生意較雜吧，嗬。後尾停下面做人工的呀，停天做啊。因為我要做啊，嗬。我看又冇鋼鐵，又冇財產，那意思嘛？又冇財產啊！阿爸又好講。冇做啦，每一擔頭咪攞去開，變到牙面都唔開。今日按到人橋到嘅信用嘅類啊，做不良嘅業績同嘅米量，根本就冇拉伸啊！雷锋做5個、買5個、開專嘅來大家訪，講到為到天數照顧老太老妹，太哥就像爸爸一樣嘅。雷锋嘅太哥為屋卡做嘅事情，就唔單槍係開專嘅天天。因為屋卡冇錢，南面我帶來就去山鄉，去北鄉嘛，100多嘅錢，阿爸後來過世喺南面就去聽人，以前咧阿皮頭喺處事呢，盡量去老太老母啊。看我的身板，他沒同情我。阿哥，搭正嘢咧嘅薪水節，一個月都冇用嘅，拿咗就冇下身板，家人用錢用嚟來，一定要補習，創個補習，人，佢所有嘅薪水幾多錢，總下都攞咗嚟。所以講係相當亞美一樣啊，即係日本係有一種現象，人嗬，年輕人啊，為到自我啊，全心付出啊，亞美前2年係過身啊，都根本嘅，我看到人雕嘅嘛，係做呢，相當媽媽，阿爸阿妹就過來，一下人相反，係咪講乜嘅生乜嘅肉生乜嘅東西都有，乜嘅東西有捨唔得，乜嘅東西有捨唔得。
因为也偏真多啊。跟以前的人唔咩了嘛，以前模糊色啦，油货色是懂天福嘅。係啊，模糊色啦，冇辦法。所以講我叫咩嗌冇騙啊，帶來啊，所以做喺講起牙吧，上起牙咩。如果要提防，會上到一隻阿妹，係嘛？係啊，嗯，你係講兩句話啦，嗬。媽媽冇。第三嘢成功啊，冇忘本，做唔得忘本。古松而後輩死妹，唔係也補用，也妹係媽媽，係媽媽，媽媽背嘢啟發動態。係啊，都講嘢啱嘅。人做唔得忘本啊！雷鋒今日做得提嘅花花世界嘅演藝圈，企穩腳步，得到好成績。最重要嘅就係佢樹定阿妹嘅堅毅精神。人嚟扎個辛苦，三忙做就會出頭天。觀眾朋友，唔係用認真看，雷鋒一下幾件用阿妹嘅故事，提嘅搞小眾，讓我將會成功。係定係帶你學，你適應咪真正嘅客家媽媽嘅味道。用人媽媽嘅意思。有，真嘅帶你識，你就會了解個嚇，做阿妹人，做師太人，用嘅愛心來照顧自家嘅子孫，係人就會了解。好，麻煩你，好冇？我希乃是阿妹嘅秘書，就係愛轉來見小童。祠堂本來就係家聰年代鄉下嘅位所。為到本小眾體驗嘅樣是窮苦農業社會，請人下無裝無燈，連沙來食飯，愛自家徛作燈。大部分人嘅阿妹行去帶用料理來，又鬧熱又用人情味，也就係阿妹嘅秘書。小眾唔點喎？一種乜嘢同學嘅啊？對，中同學。以前的都同學，安尼40人年了。是佢40人嘅咧。老董牛，你問過？請愛教。咁啊欺負細妹。哎呀，宋先生吼，上風啊，你哦，要頭去卜人，頭卜人啊，你話。哦。卜人好大，你卜人用個卜，卜啊，從到十下面。哎呦。손 나서는 파파라. 정말 초가 면체. 신상도 와도 공ài. 아유, 버들 본 신상 무비 공ài. 보게. 한가 기여 기도 하고. 이게 안에 나기에 이대. 아이고, 참 좀 돼요, 내가. 你嫁入人暗號嘅朋友，係你即刻用到僕人，新人需要平復切間。喺度強新人做啊，放喺本啦。一做人演就這條錢啦，對啊。哦，見工見識啦，三個同事哦，大家就識啦。屬是40人年嘅老同學見面，大家打嘴鼓馬當神氣。有一出雷鋒愛搶小眾式嘅家鄉味就會來了。開始，哎呦，我面子咧，面子，你有冇看？面子啊，哦。做到人個上，上到有嘛？阿妹一輸哦，將嗌到三兄弟6個姊妹仲係做嘅，阿妹都非常優秀。其他要做嘅，因為不敢太少優勢啦，個量都跟米用會拉伸咯。好，做人不敢冇辦法，小成優勢，動作優勢，安表都冇勢。阿妹一做嚟都還會哦，萬一慢慢嘢個家裡會米會生。切個米講係拿嚟嚟食，加了漢語上嘢有錢一湯麵，講了萬有講係了。但是因為按用大白天食唔免辦法，下擺就落去碗麵粉嚟，麵起嚟。俺唔好食嚟喎。唔好食面。俺點都好食做，嗰啲最簡單嘅麵粉，比如水好啱嚟拉，一起就得個嗰個煮滾嘅水底度，安尼就麵起嚟。哦，所以講沒有食，我哋講蒙吞。但是面起嚟食就會強啊，係冇？強到伊外面有個錢哦，當乜上哦，你碗太麵，碗煮太麵，如果碗定嚟煮，所以講哦，挨食到人面起嚟就上到1000萬了，真嘅，有錢。哎呀，來了，苗栗縣公館上有名嘅屋子。屋子哦，有冇有真屋誒？有啊，真嘅。真的，有啊，來小真啊，好像你都有，你叫咩啊？也係公館嘅名山。哦，真名咯，你有買實？我基本上介紹嘅，也不會做嘅多嘢。
6年。对嘛？太阳五位模式是要位置，对嘛？用对，用模式，看太阳是按谁？因为讲以前伊也有中午的嘛，太阳的五位哪一样？你啊，不是啦，所以讲爱这个讲位置的是。哦，是，太阴麦诶，太麦，但是养五位吼，有地下种生嘛，是这养五位吼，迄晓得温料啊，温料迄做人哦，压位置哦就加分，就加分了。爸拍很多那个广告，人家看一下，给他设的表情然后一流诶，来看一下，很陶醉，你看一下陶醉，来，快不会，所以看，模仿一下我们那个雷爸的那个拍广告的感觉。有点夸张，不，雷爸集中语力演得太夸张。明年的金钟演技更夸张。小总，我变做高天人嘅样子，做为南韩雷锋嘅太极比啦。嘿，阿开什么？会有的，贵有。不要跟我们爱了，那空都是韩片呢，韩片。亚中还是露白膜，一些模样。他们先贵在高，中下要模样啊，把那个手啊，有做得高哎。雷霸以后保护力快，加可以用是声音看的，直接按钮会通到敲门敲，给我们就不必啦，对啦。一下又转到雷锋式世界神话嘅位所，第一站三山国王庙。雷锋上殿啊，挨喺当中伊手中一只后生人，想要讲一系列东西。不过我这个轻巧嘅东西，唔系三两句就做得讲清楚诶。还好因自家伫挨嘅故事伫尾来切，形容嘅生中嘅背景，本爱变做见朋友嘅爱，是要用心来体会哦。雷太公，唔好看来，我最近咧有杀头嘅吼，嘛较有杀头，真系讲哎，唔看也杀头，迄边有书记咧也头。哦，不过咧动贴皮咧吼，看到咧，那会有凸出来。你看种其实，也样嗰啲，也早起讲诶，也早起买，行下边落。哦，你做关注的，也咧，迄到下边一粒圆圆的杀头，全面人工做诶，也有那田野诶，也系迄只山丝嘛，好冇？有粒山，也就係一隻神獅嘛，也就係一隻神獅嘛，三粒殺頭，三骨噃，有粒拜咧有效，哦有，係拜年還有效。講到一殺頭，有人提嘅蛋糕跳來跳去，戇鳥又戇屎，其實當連線了，也生人係乜人哦？就係雷鋒。你殺係河下來，鋪咗兩層，地尾注意咧。當然，也就較對宗教較有心的人就講，記住以前我們三山國王都獻城都會拍一個山字，有一個山石，實際上咧殺頭有蘇金的那種化石。像三山國王哦，保庇人客家天師來吼。收視率清哦，保庇人家節目哦，千多人來同人觀賞，介紹一下三山國王哦，本所有嘅人來填三山國王，對人家就老百姓嘅保護哦，我最近啊，當然有最近，連晒，唔係數百天呢，當然較誠意嘅，用最錯嘅，你講誒。因為也了此世搞到他嘅石頭當連線，雷鋒認為佢有基本嘅成績，就係三山國王嘅保庇。故說沒有許過嘅時間，雷鋒出錢又出力。人講食果子拜樹頭，飲水思年。三山國王係雷鋒此世拜到老嘅，從太石頭安樣穩穩嘅，本人知道想起水年頭。無論係演藝圈，還係聽內位，做得發揮嘅力量就很較大嘅，因為也就係緊。小總唔了解冇？
拜过的三山国王，其实雷锋出世嘅位所就伫个三山国王庙嘅后背，你落去看一下。條位李紅帶你入去啊？那再较特別嘅件，二啦，你點啊？二啊，哦，嘿，阿繼續啊！啊貴用嘅，貴用，聽見貴用。繼續啊！哎呀，鬧心球好啦好啦好啦，捱威你緊呀，送你講嘅，佢下繼續要愛鬧心球，那看都是罕見呢，罕見。好啦，我帶你去參觀啊，參觀啊，什麼嘢啊？來。哦，你係姓楊呀，以前呀民宿的當晚，哎，來貴用啦，貴用啊！啊民宿的當賣不下價，賣不下的，呀種係肉食肉帶喎。講老實講，免費的時陣哦，因為牙膏呀的哦，聽講當然就他個賺錢咯，飯哥就有較好。我以前呀，行下 Q，奶木嘅。親接，因為係無糖啊，太甜。以前冇呀。哦。後尾細個咧，搞中下。放下嘢。中下呀，一般都會就平嘅。就中下也唔用嘅啊。百分的叔叔啊，有咩都搞。哎，呀，種係老師傅，係出生地啦。哦，人出生地哦，懂要幹錢哦，人講到。反過呀。以前嗌就嗬，外面嘅鹹濕飯呀就唔係講你嗌到都下不教啊。記住企咗呀就外面都叫。啊，貴用誒，真係貴用，貴用誒，賺來什麼？唔可以賺正業嘅，正係。難得賺到細時節嘅蘿蔔，雷鋒嘅心情當好，唔知佢會為俺嘅節目來到個四倍數目，咁我來 Q 一下有吳志玲嘅小總。哦，哎呦，小龍，哎，睇睇呢度咧，哦，中意，係寫沒，累到呀，雖然講啱啦，哦，冇辦法，既然介紹藝出色所在，藝都會講俾聽啦。哦，以前日件做去做啦。哦，劇組嘅所在，還有啊，有到中青路水果，人家種嘅唔咩牙啦。哦，種係啲嘢啦，又有冇？還有，有乜㗎？有羊頭樹。所以講係喺日橋原來下邊有當時啊，上市之後就下來，現在長。50間啦，縫片，對嘛？生涯後花園，當然你啊咩嘅？等下 ，APP 唔用，我按到天派。北斗爆菊泉的靈感，我問你哈，看牙天使啊，你揀你啊，哇，恰恰吧，該懂有名誒，因為我有靈感做嘅，也以為當時係用細家，特別啲啊雜水果，我想就聯想，因為普通係一日都做，都發現家係唔係種作嘅啦，都係冇太馬上料嘅冇，做一些冇貼片嘛，故所嚟到嘅做嘅時，嘅重建地位對我作面咯，你不用揀嘅，揀咧，有冇？來，有得快啲冇？啊，有得到？哦，很痛哦，前搖啊前冇？啊，冇得快咗個啦，你啊，揀咧，揀咩？準備好，台詞一樣，猜100，好，哎呦，一天來喊，哎呀，喊電影佬恰冇猜係對暗紅。冇想到細時節摘果子嘅靈感，沙變做雷鋒年爆假味嘅表演，名譽講係白豆爆甘甜，酷索嘅影片還放到日本去嘅呢。蘿蔔嘅前面還有一隻觀音宮，雷鋒東好去嘅味道，嗰位又當到雷鋒細嘅時節，此來就唔敢留朋友講嘅事情咯。所以講，雷都人係有上到嘅，上到以前細嘅時間。有以前我隔壁你啥？佢細時節會動牛有啊。牛蠻講，搞嘛㗎？主要咧冇買條路咪，主要加速佢錯啊叫啊。冇條路。我同意嘅你。少嘅保護費啊，你話？哦，你吧，你保護，你講保護費費，加幾樣是私人級嘅，實際按樣嘅通作搶唔錯，幾樣要照顧費啦，係啦，我係保護，係難啦，跟冇做係用嘅事情做唔得，跟住以前細唔知道。你真奇怪啦！我黐住啊你啊！我有真見啦，而家就要做片啊！我做片啊！做片啊！開卷啊！做5年咩啊？做3年。做3年，哎呀，都係要即係一樣啊！我下咗嚟就冇講，我有頭做咗嚟。
这样是逃兵係件嚴重嘅事情，朋友冇講出來，阿哥啥講呢？有一年做那个哟，哎阿哥，那向我提钱，你好啊，俺这个行李箱，俺提你冇错，然後軍粹後嘅關機嘅話呢，吼，可能係最好嘅方式。佢蘇醒以後派我馬祖，家下俺不靠出去接到嘅軍人呢，前線逃亡。那个年代，民国55年是死刑啊。结果呀，事情呢，所以忙一个月，突然间有一年就做不下了。你不讲没讲么前线逃亡用就不做了，就冇啊，冇多呀。我讲怎么会做了呢？就放荣誉假，我放荣誉假。前线逃亡是死罪，我还平安无事，这个老天爷真给永远当破病啊，一定爱搞怪啊嘛东西，天空爱看到这么之类。因为俺以前吼讲牙落台了，都还不讲都冇辦法嘅啦，冇辦法就走去買了煙行煙吹，啊請個行煙吹嘅吹咗，啊就講嚇，冇辦法搞落台，迄唔係同埋關係啦，行煙吹咗，看到牙落台，我上來一表現出來，直接同佢講冇啦，冇啦。爱当会读书，爱不是看书，是人讲我就记住的。所以家下都人家都冇爱讲谈好的事情，事实要谈好的事情，以前还是看过一摆，我就记我呀。我说爱张同样的讲得出一个所以然。我本书虽然我係做警察，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所谓什么爱的教育的，跟就反正。以前下面按你搞俺就按你搞俺落台，所以佢本來按到兄弟姊妹，佢本來受嘅嘅機會最大。牙哥都是咁樣，當天又有效，亦對牙哥牙齒啦，太緊張啦，對牙有較特別，因為有我較特可能嘛，事先弄健康。他搞怪。到現在雖然講我演技太好，但是我可以看得出來，佢還可以對韓國有一定的威脅。我同嗰種未有講，細細時年代冇叫，以前嗰種作法，完全都係錯。對，因為細細第事情，高醫師。因為法規當然，按種事情切都唔錯，我因為就去笑的笑，我以前我去做嘅事情，我已做去管做去打，迄咩加鹽冇嘅，錯冇，後尾我又笑的笑，是他一個搞，所以我會傷心，好冇？小總也在後生人，老愛按用腔下，用感情來交往，一下又本意定我按到嘅秘密。看來我見小童嘅態勢，連以前嘅寶典就按用無恐怖全部搞本意嘅。人不打不成器啊，浪子回頭金不換，人不輕狂枉少，人不打不成器呀。真的沒打，我發過，真的。現在的成就我發過，鄉下人兒蠻有感情嘅，小總留雷鋒上歡嘅感覺，佢傾無嘅。唔過見小童宋國勇要當到寶一本小總啊，我接好。我帶你顯山，你顯山練武，十賢水，賢海溫用吧，深海溫用吧。現在你就開始腳都會漂移了，我漂去了，師傅都會普及了。哎呦，有了嘛？很神奇哦，神奇咩啊？係同天靈，天靈。哎呀！A P P 有響誒，又有提示誒，厚厚高神法，
一喊好好过什么真咯。老牛嘛，个关系啊。唔免讲有外观咧，唔相看来讲嗯，因那样都特别嘿，都去做事啦，吼，错都录样，哎呀，磨牙磨眼的，对唔对？嗯唔看我看无限，嘿，我做一做呢，骂个演员啊，你有蛮讲，就唱喺面的水不要。哇，好水，后好山，嗯，也吃到好水好山，你心情就能力比较强爽嘛。唔讲爱吃到啊，嗯，后山后水，嘿好山好水嘿，好无聊。用会无聊呢？唔放心，你有冇講唔講到無聊嗬，嗯，我喊佢帶你一個所在，来不要。我帶你做閒，周贤呐，閒人你嘛，贤颖哦，做閒人。你不要嫌我就好。沒，你講我做閒，天陽高夫嘅閒人，哦，贤颖没高神的颖，沒啦，哎啦，個人我帶你閒山，贤山你閒山練武，蓮霧哎，食鹹水，是贤水，哎，食什麼？是贤公。哎呀，大啲啦，好嘛，好嘛，你去做這，我做你，行，你去做。食鹹水，食鹹水，鄉下來去食鹹水。苗栗斯坦嘅鹹山，愛徛田高端呢，裝做得都先黑的味素。冇想到綠色嘅雷鋒，行起來比小眾行較夾。好好講成法，太師用神，正見老朋友無共用。用神第一步，去鹹山食鹹水。我今日我帶你做閒人，鐵管要經過嘅所在就係要喏，我諗嘛。九田贤用，係嘛？做前人，我做用嘅，但我做前人，我什麼嘅東西啦？我是咸水，錯，嘿，食堂就有好嘅地方。聽你講了個水凍好，當好不單是鹹水哦，嘿，人家食堂也有，做得做鹹人，咸颖做得做鹹山，有鹹水，有鹹醋，咸臭，哎啦，哎哎你嘛，阿弟所以講，哎既然上來要做鹹人咧，哎別鐵點，人就係食鹹水。有事弟子夫妻老，哎愛去拿咸水過來泡茶，咩鹹水都難掂嘛，俺唔掂，見係唔掂你嚟拿埋個唔可以講人嘛。唔可以日跳啊，下都拿。好好，冇問題。你講，你講，你講，我喺度做到，唔係拉人，唔係真係。我睇你啲啊，唔係，係有誠意哦，即係幾難。好啊，我已經做鹹人啦，你做前面我點樣唔輸唔奇怪。啊，真嘅啦。我一點都要嘅。哎呦，花好泡好咧，唔信整，俺唔信，唔整可能。騙你，你要冇水，你騙你，這都有水。俺唔信，俺唔信。哎，你話嘛？Magic。哦，厲害咧！等下，哎，按用，這係蚊香杯啦。哎，蚊香杯。誒，有得。哦，你唔過唔好嘢啊，你爸，你啊鐵房啊吼，乃誒香物嘅黑道，物嘅銅黑道。我同講，我亞洲嘅大部分鄉里面做石油頭，還有香爐嘅，羅嘅物嘅。香爐嘅都係玉章糖，玉章糖，還有麼？還有這個香橙嘅銀川糖，因為也係搭嘅太湖灣跳過來哦，也用較太香啦。當然其他相似嘅有啦，香葉啦、香芒嘅啦，吼，香柿嘅啦，仲有也香蕉啦，也有啦，較無按太香啦，按講安。古時候剛才就考察過了，佢看到嘛有銀川糖啊，對，有剛剛有看到，因為其他太香較多年嘅。嘿，所以講山多人愛用做鋼鐵咧、鋼山咧吼，較多愛用嘅。你講下鹹水，有個煮愛煮，哇，那一下都有鹹味。僕人咧吼，有哦，唔係煲嘅，大糖出鹽，唔係真嘅，很多客家話真叫無講，講咗我唔知。唔都係咩生係茶嘅，茶水也鹹水講啦，鹹水，鹹水泡嘅茶。溫用埋，深海溫用埋，天地都開始腳都會漂去啦，我漂去啦，水會都會浮去啦。係唔知，啱唔係啊，所以講我係索，唔係天咧，有鹹皮，唔睇，鹹皮啊，唔講啊，很香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啦嘛，很神奇哦，神奇咩啊？係同天地，天地，哎。哎呀！騎鐵馬係雷鋒親家做嘅休閒運動，講做得保持青春嘅身形，還做得增進感情。你上人騎車嘅做得增進乜嘅感情啊？嚇，有乜嘅？哦，雷鋒講佢只只騎得悠悠呀呀，過加了大嘴鼓啦。今明日特別帶小眾來到阿哥宋國強嘅屋企了。
宋國強嘅阿公喺90年前喺宋武搬到富區呢，自家南外發展。佢一下係宋武族譜嘅管理人，故所懂清楚宋武同後嘅脈絡。啊，來啦！一看到剛剛有富美堂，富美堂剛剛有個金灶堂，金灶堂哦，金灶塔，嘿，迄一種百家姓的地方嘅堂和百家鄉地方嘿那個神柱牌面哈，嘿係金灶塔。錯。但是我要不個堂吼係富美塔。你幫啊，問哈，你的話相送的擂台主啊，還是都兩位？沒有，沒有好講呀。你按油名。真正挨到迄都平整嗰邊搬出來。規則個村嘅相送，相送有送物嘅教，送物派出所，規則回去，本他個教記住我都送物，所以講連結個咩我都送物嘅。好，剛才是去送木骨石去請啊，好唔好？好，先嚟說茶。冇問題啊，冇問題啊。為到伴雷鋒歡喜，馬東上了解宋武國小，小總話唔多講，眼皮就來去桃園平鎮嘅宋武國小看一下。相送的人啊，真係懂厲害，你看，甚至有一隻國小，其實很多宋武國小。沒錯，那地方是宋武國小。哎，沒錯，你說宋武嘅對面係一個宋武派出所。哦，哎，古說那國小哎，全部相送的人才有法度來托嘅。啊，梗係唔係人用啦，仲位哦，來到特殊嘅啲附近嚟做的，全部都係特殊。這一台料總杯料杯有它富美地，還有可能有料有肉搏的，吃到就全部肉搏。富美地就係講啊，佢做出嘅係相送嘅唐朝嘅時間，有個宋金在上，在上嗰種時就寫咗10分鐘，寫千有名嘅文章，梅花賦。嗰種是紀念品，做那富美地。富美地，我聽講有東島鳳係啊，東島分到從宜蘭啊、宜蘭、花蓮啊，還有個苗栗啦，苗栗，做啲啊，人家分出嘅。哦，全部了要搬出去。錯。宋武嘅同學係照年頭來寫，應該係建小堂。唔過後代子孫為到表現對宋人也好在上嘅崇拜，馬有人愛名很多富美堂也係富美地。一般屋卡也係學堂，宋武人就會用富美兩隻字來鼓勵自家。為太師完成桃園嘅潛見之旅，第二年小總轉到苗栗，繼續來雷鋒搶教，讓我做演藝圈出頭天嘅養生第三步。你吧，你下來到一地方吼，看空氣樣吼，風景安詳，為了實在咧，都市遙望。當然咧，一啲就是安做好。小總啲苗栗人傳統食酒，為是三角形嘅鹹面一道，又油又香，色彩很哈猛啲。係酒是的，還是看冇油皮嘅東西。冇油皮能用啊？就是沒有油，沒有油，冇用油去炒過。你像呀，普通一個人哦，一年前哦，人哋食有5種冇同樣的餸，只要做的用上色的東西，做的是。啊，看過很多養生專家，全部是按不就吃差不多7分飽就做的嘞，盡量冇食很飽了。還有固定的運動的習慣，按身體是不是就雷吧？食看啊，沒有素娘，那全部係要食多啦，要用素娘。我餵你啦，我餵你，快看啦，生啦，係比你後生按多，你看眼面，沒講羅小咩？我都黏磨起的，還有眼子啦，冇衝眼面，用個成語形容，西老師風流發射，那滿面紅光嘅你啊！那你可以咯，做鴨皮，我鴨皮，我講啊。哦，真你嘛那個當一頭樹種那個水晶裡面頭金山，讓我講啦，槍愛用天眼孔愛寫清，真健康。祝福他啊！祝他個身體健康，好唔好？愛心中藥，心中藥，加油加油！雷鋒養生天師寶，也係千米寶，係乜嘢喏？小總夾夾個，這個唔拜師啊，就冇機會嘅。你吧，你偷本殘咯！哎呀！咩女啊？哎呦，兩本碌腳啊！冇條，睇住嚟，喂，男啊，兩本碌腳，啲蛇喂啊，夾個坐下，冇聲，唔係，很舒爽哦，真嘅，當師爺啦，
哦，了解嘛呢，也到文钱也部分的文钱。迄沿中南部也到青岛文钱的所在。真劲懂吼，无发过，你吃啦，哎呀，你米无米土的，嘿，你碳酸钙的，嘿，有个年安尼米土当中，像我台北那个米土当中。哎，你是无？也是硫磺的，嘿，你硫磺的，鸦片你就唔会啊。哎，你无米土，你泡的吼，准伊啊吼，你朋友啊，你啊吼，哎呦，你讲我。亚马逊讲的意思嘛，也是本钱泡落去哦，就系名白白。系白白嘞，真嘅嘞，很白咯，哎，皮肤会懂吼，哎，对身体有懂吼，对筋骨也都要。筋骨真嘅吼，活血，活血，对吧？基本上吼，不可能一进这个演艺圈是暗粉，哎啦，中间中间也是经过很多，你看从一开始的你做过嘛，看做过董董吼，还做过小弟啊，小弟中理。做过临时演员，做过拖延，做过拖延，做过不是枝头，不受比演艺圈是中医，全部会懂起，全部抵嘞，所以融会贯通。对，吃过很多骨头，你还后上啊，全部啊草莓族啊，对，没呀，妈呀，其实冇做诶，其实这有的嘞，其实这个啊，嘿，其实我怎爱妈来啊，爱冇田合作过来。这好雷洪大哥啊，演艺圈真挺好，董聪会3个重点，就是要坚持，要坚持，厚脸皮，厚脸皮。好，第3个是坚持厚脸皮，厚脸皮哦。对。最后还要不要脸，还要不要脸？真嘅，雷爸，看到你爱用啊吼，都是真嘅吼，收我为徒，真嘅啊，你啊好啊周期啊，当然啦吼，你这小众，也爱讲用，就唔敢讲用来搞啦吼，我讲本人硬嘅想法、硬嘅看法吼，不见得用的。你用的超开就让你来用，用唔超开就唔使吹，吹好还咪见得。没啦，也有东西哦，就讲你行业演艺圈嘛，当然剃掉，做个演员嘛，青龙烟，那认真，露身，不达标，你们要讲还要有天空，天空同通热，有天空，你听到有身体，有天空。穿越前能穿的吧？穿得到，穿唔到。基本咧客家人有名同真嘅啊，收获真懂多。我希望係所有客家子弟啊，我有按我知，基礎係乃博士，我乃冇。對，雷爸冇發覺，你節目嘅第1集是搶到技術，義無反顧，天數。客家人咧逢嘅人啊吼，做得準嘅客家天師台啊，真嘅啊吼，唔係講。冇講動到，我拜託呀！雷爸講一發，冇發過，是準的。古種啊，希望你啊客家人啊有名哦，做得搶到客那多啊吼，客家人有名嘅在成功嘅人啊，做得落 N 嘅節目，見唔見？沒啦，啊，做 N 嘅，做得。因為前宋國勇小眾認識嘅雷鋒，也嘅宋木之功，嘛認識嘅金小彤、老虎梅彤也兩隻宋木嘅同好。同好代表一隻家族嘅年頭，還有千公用嘅事蹟。客家人有名堂，還會繼續紹介大家行卡到客家名人嘅同好故事。想請大家看一下，唔係記得也無客嘅同好冇？